我
读书的地方，你大概想不到。二手书店啊，还有庙里面啊，庙里面可能把它展示的更清楚。杂货店，哎，有杂货店，还有没有？路边摊啊，哎，路边摊，我那个老先生坐在书展啊，我一早一边拿着放书展，对对对，就我在这里。菜市场，哎，答对了，不知道，在菜市场买过书吗？太厉害了！猜了啊，哎呀，太厉害！从小最小7年级我在菜市场买书，所以菜市场离我家很远，要过好几道马路，我还不太有趣。所以啊，为买这本书，政府的大任交给我大哥。我1年级的话，你就年级，我那个时候就很挂书了，一本复习书啊。从小太高过我年纪，不然要跟他们老5块钱，一本挂书，一本复习5块钱。然后去哪地方不开心？好像是北京，那个时候就没有去，哎，5块钱。那个时候啊，这个关系不要说很久，我们还好有4兄弟，一脚这样久，要干一脚就买饼干啊，这个太辛苦了，不晓得。这个我们年纪大，那个饼干是1毛钱买一块。我们一般不往银行收，我4兄弟肯定比较快，所以我前面大概1、2个月就5块钱，然后大家就代表出证，可以跑银行去，然后在银行去买那种书，买来的时候家里有电话没有，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读书，我忘记了，记得是大家带来的时候，哇，很好，现在4兄弟才开始看自学，这样那种感觉等待与期待出现，太好了，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我现在回头想，从小学是非常够非常大的一段时间，就是彩色时期，大家跟我哥一样，这个彩色时期，很多现在教育的理念，我回头想，觉得小学的时候好像就是这样的难度加长大的。小学4年级以前，我是在一个高雄左营的圣灵国小，这个学校很小，可能1年级就有班级，啊，大家上课的时候呢，自然课或是体育课，大家都抢着帮忙，然后这个右边不抢举手，这个举手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好，嘴巴闭起来不举手，看谁举得快，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想问题，有的时候想可以发现在起来开始想，好吧，就是。哎，那时候就是大家有想要跟老师沟通互动的一种热情欲望，然后声音很大，另外一个大概从上的时候老师这个同学就走过去，嗓子很大，大家都会尽力把自己的声音彰显出来，这个时候，然后考前6点半开始看书，6点半之前大家都要打完各个游戏。所有都谈到游戏，大小班之下的游戏，我们自己发明的游戏，都要沟通的。下课你跟我可以好好去，然后抢东西，好。哎，我觉得那个情况下，考试好像没什么那么严重的事情。我们都是课程的背多好，从来没有那么简单的。现在我们这边好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大家都是中心的。可是我就觉得上课很愉快，好舒服，想到没有这个并没有就很开心。我还记得我4年级的时候转学，然后台州之后，哎，好像跟学校环境有点不太一样。那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从高雄转过来这个转学生，刚开始老师没问题，我就走，一看，全班就没有举手。学了之后我就不敢举手了，我就觉得哎，好像从上流流比较好一点。然后老师叫我来念课文，完了就我念的第一课课文是旗正飘飘，那是个非常阳刚的课文，跟大家刚刚发出的声音很配合。旗正飘飘，八正萧萧，圣灵调，然后很自然就以前在高中的那个声调去念。我一念，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旁边的那个我就发现，哎，好像
国语日报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天之高台，一个可望不可及，真看不到会发的书。然后那时候买书就有书店发的店，发的店旁边就是卖文具、卖什么东西，然后书店架吊在那个上面拉绳吊在上面。虽然很客观，但是很有人品味。我有人看当年人员泰山，我说这个蛮好看，那你不知道大人到那么买，我跟别人讲说，这个不能给带回家，不用带回家，很难买，再来一点钱再买。那几年就好啊，我来看我才拿去，就拿来讲这个东西。啊，非常来了，我都买，付钱20块钱。哎，我再讲讲这个买书真的蛮好。现在我非常喜欢有书，哎，我来你看，这个书名叫《人生活》，来学校的，那个美好的这个。那另外你看，因为到后面或者我推荐他们的书，跟现在的图书店很接近。他的书你要买也可以，不买没有租的，他那个版本给所有人看，你给他1块钱，5块钱那个就能看。所以有时候就租的书做给人看，有时候看得很开心，有时候看得很生气。那为什么？因为书啊，我觉得不知道是谁写的，写的那种小的我觉得很难看。我还记得看那本书猪八戒的故事，他就用猪八戒怎么样到人间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哦，这个是难看，还要再给我找一本我看不到的。还好这本书我是买的。所以那种小时候那个看书，很多经验是一个，现在回头想是好像去不回来的那个成长中的一个记忆。有些书最近看买的书，并不是记得很清楚，可是跟别人交换书那种感觉要记得很清楚。甚至于我就拿回来回家里看，今天读看到我也接受了，才会活起来，才会站起来，才会回头看书。所以好像坐在枕头中有点那种感觉印象很深刻。可到了国中之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生活同时那种科目是那性，整个世界我觉得可以带，还是读了好多书，全部都是教科书。哇，那个国中是很辛苦的一段过程。我小学大概念了好多书，国中看到现在我念2本半。整个被那个升学的压力压掉了，所有的老师上课都是在逼近，都是在会不会啊？我继续会啊，就是灌水一样，我不能让那个工作是头就下来啊，那真的很难过，觉得哎，我第一觉得家庭温暖是国中的时候，每天值班车回家的路上看着戏嘛，我就觉得回家真好，这个感觉觉得都。以后长大他也是要举起来啊！觉得那个读生活跟他老师那种，天天在那边毕业都念书，我还记得有次国三的时候，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啊，我们5点多都在改考卷，不是考试，在改考卷，该我们考过的那个试卷啊，你交换给我，在上面有会改考卷，我们在玩啊，我觉得。人生真的是山雨欲来，一片阴霾的，因为压力很大，我觉得当时一开始我完全失败，再回到去考高中，参加联考，参加好，再加考考这个事情。这个山雨中间，我并不是为了是我教孩子，所以就是该考这个研究，实在改后我受不了，傍晚的时候休息下课休息10分钟，我就走到学校那个病了。我小自杀，没那么严重，我还是很小，班长也有福的，结果我站在那个北楼上面，看着天空，远远的云飘过来，那个云南和我的形式，在片片阴霾的大片的乌云一样子，哎呀，真的变成什么？有前不见过的空，再来点味道，那种就是忧郁少年那种想不开的那种心中的乌云好，你一马到从身体里面跑到天空上去，然后在那边风萧萧，哎，没有那个痴情王觉得吧，都会看着很悲凉的，还看到一转身，有你班一同学，他也上了，他也是一头风雨。
经济上来讲呢，两本半，这个非常大，那半年之后就全套带回去给你讲。少数是你的聊天，就在你网书馆看，这个常好好多书，哎，有学有赚，名字好像是我拿出来看，就是自然语嘛，哎，拿来看，我看一看看我就坐下来，没有椅子我坐在那书柜旁边，哎，老师啊，不是光听他们的，这么看的地方是林中叶的，哇！我在看书感觉这个心中不好起伏，那个林中这个导演把我这个东京大热东京教主了不起的出来，天天跑上去参观，基本上其设计，那么带进闯进关就被抓起来，打到杀了，大片边疆到沧州去，英雄无能啊，真的很悲惨。现实中有个教官的好朋友，小时候也有林冲有个教官的坏朋友，那时候他长大了，有6000口。不但他们林冲发配到沧州去看过来的草料上屋，就是那些马匹要吃的那个草料，还要担当，把他会就是怕我把那个林冲给杀死。好，就看到林冲球场上有英雄好汉，被员工在压制到那个草料上去，大头血液。他的朋友要来放火上来，说还好，这个天空很雄，大红子长得很厉害，然后英雄到绝路的时候就会站起来，就跟你们看武侠片一样，压着两根枪，还是来抬他的朋友，突然的被他给砸下来。OK， 到他的时候，这个显得这个英雄他当初是高官武职差一样的，现在必须要被迫夜跟南山到南山的地方抢道，然后要因为什么时代的遇到一个英雄做落法的课，然后看到哇，这个今天碰到几个好兴奋好过瘾，这个从来没看过这种一个是越讲的这种难看，我说说说别人，我当时有小有年纪，哎，我就和上去拿给他回来，等到我高中再一次看《水浒传》的时候，哎，我突然我觉得那时候那种感觉好像看了不少。我就有些说是你在什么年纪看，跟这样两不太一样。这个好的印象深，半年时候，还有季后赛跟重庆，对，我们就看刚刚好，新闻充满了我的时候看到季后赛的争球季，我后来看一看，那就是一位好的又出卖的故事。看过第三首是哪种？好，我很厉害。第三首是这本书，我当时在看的时候，就是《幸福的传》，就是他被陷害的时候，就换进一个火烧岛，还火烧岛的一个监狱，就是被出来，然后老儿子跟他被他刚才看到那个囚犯老儿子听他讲他被陷害的过程，然后他讲这个推是谁害他的，推出来是他的好朋友，所以我一听哇，怎么可能最好你和亲近我，他背叛我，背后的可能把我感觉很痛。我在读的时候，我很佩服他老公公，居然可以背着他们推出去的是谁？哇，真的太好了，太真正了。我们看那个书的门口，看完之后，前阵子这个推荐我的词语开始活动，我就这样看，只从这个看过，我看到对方我对那个，这个我是很好，勉强的是把给大家看。然后还有看视频有人吗？有吗？对好朋友视频无数，现在什么都有啊，哪里有哪里其他视频计划这个都有啊，这个没有吗？啊，真的啊，我好像这里带一个自闭感存在。那国中还有一本就是我觉得很温暖的一本书是《小太阳》啊，看过这个很大吗？啊，小太阳这本书我觉得好温暖，就是那个纸笔不一样，他写他的3个小时，第一集就有2集，他们生活中就说到生活小事，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的，这么温暖的善人，我连看小太阳都这样上课的时候看。上课我慢慢来看到里面，哇，真好！所以你很喜欢这种看书。
考试啊，我爸爸都很希望我读高中，我爸爸就高中他没有带我读书，他希望他的孩子能读大学。整个社会面也没想到，我们把入高中嘛，入高中，没听到这个方面，还好也有高中，我高中学到了高中之后，整个视野开了。哇，到了高中的时候，所有天南国展不开那个点，全部被解开了。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是蛮好的，虽然有大学生的压力，可是在高三之前，你可以不搞大学，你可以去跟你的好朋友在社团里面可以做各种事情。那时候你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哇，那个跟我一学，很多世界世界名著，看很多修身养性的书，这里没有文化，那我就是长大了，看文化不能去。哎，都在长大了之后有没有这个修身养性？那时候我就买那个康熙写的《道德自我建立》啊，非常刻苦，很有可能成为圣贤。因为我觉得好像近在年轻的那个喜欢马上有张力有那个好的那个报表。我现在很多同事蛮有趣的。那个高中的时候，我很多分析后来我就说，有两个短片我印象很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篇叫做《三妈约会》。三妈约会，有人看过对不对？有看过对不对？还是听过约会两个字哦？听过啊！三妈老约会这个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短篇小说，它是一个回教的诗人写的，他就是这么讲。回教在那个中东世界中，有一天那个教长呢，他们很慌张来找教长，那教长就老给他借我一匹马，教长说干嘛为了这一匹马？我从上午到菜市场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主人，最后看到我一眼，我一看他的眼神，我就知道他是死神，所以教长就借我一匹马，我要连夜离开这里，我要连夜离开大河吧，跑到沙漠去，然后越过沙漠去，然后逃避死神。教长就说可以的，你既然有生命之恩，没有马借赶快这个赶快去哪？披荆斩棘，连夜跑到巴拿马去，然后下午的时候，这个教长出来，突然就哭了，他也看出来这个问题是什么关系。这个教长，这个教长对不对？不要怕死神，不但怕死神，他可以谴责死神，还有主要死神那里跟他说：“哎，死神啊，你也太夸张了，你上午你的太阳。”下他干嘛啊？这个死神就很委屈，他说：“我没有对他，我也没吓他，我是非常惊讶，他怎么会在这边呢？我今天早上跟他在沙发上就约会。啊，我们高中的大学生在这个政治的问题，一个人拼了命到逃命的过程就是要逃到那个死神的怀抱里面去。觉得有点不寒而栗，觉得哇，这个故事不虚我温柔。我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古中国的故事非常重要，我是有大人对这么可怕的故事要吓到我，这么有天良，对不对？伸手指头跟大灰米一样，丢过来给老师。这不是吓人小朋友啊，我有大人编的故事，而且就跟广播的故事，更难过的广播。对，爸爸会讲的。就当看巴拿马约会的时候，觉得也很震撼。这个人真的是这么一个人，这么卑微啊，很可怜啊。其实用这么多的意思，就老编在开玩笑，他很过，好像一个数字位啊，就非常难受。一方面是很震撼他的意义，一方面是又很欣赏他这个小说写的风格。前几个字跟早人生很多
是那个心中就有天堂的地狱，是天堂的地狱都在我心中，包括这个事情的真实意思。然后如果送往上苍，想看出你来世的消息，不要让你再告诉我说，我的自身就是天堂的地狱。我再补充一个资料，怀念当初记这个是我的那个他说高中的堂上女朋友，心中你们评论这样，你们为什么你们都讨厌，所以讨厌很重要。他们给你这些很好的讯息。这个故事让我在后来再看到一个禅宗佛教的故事的时候，想到一个连接。在佛经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在说有个将军啊，很威武。他听说有一个得道高僧天天在那参禅悟道，他就跑过去找那个高僧说：“哎，师傅啊，你能不能带我去看天堂地狱啊？”师傅说：“可以啊，天堂地狱不难啊，它的地狱很简单啊。不过我看你一切路路茫茫，带你去哪里看不到？”将军突然大怒，怒从心而起，要拔出来，所有的老法师在嘲笑我，他们大家一把刀就砍下去。那个和尚他们说：“这个不对。”那个将军抱来后面，抓着将军，当我放客。哎呀，他觉得好惭愧啊！他把手起来，头低下来，师傅对不起，刚才开报道那个师傅对不起啊，这个你们都是得到高分，师傅对我这个天堂。你觉得这个佛经故事都有，你看看有神这么难是一件事情。当你心中的愤怒被恐惧、被憎恨、被某种负面力量拉扯的时候，不能说那点出现。当你心中感到谦卑、放下身段的时候，你进入到的时候，天堂就出来了。所以，你在天堂还是你在地狱，你当下的心里可以决定，不必等到死后才想那么天堂。讲这边，我这边岔开讲，我也觉得我大学都是有，我这个都是有。那以后我说他是教，是亲自教，他是亲自教，为什么要亲自教？他就是教什么？他是教为什么要亲自教？你死掉之后，我就看不到你，看死了，这样子啊？我想应该不会吧？如果天堂真的存在的话，我想我们做不坏事啊，应该天堂会让我进去，不行。那时候那时候圣徒没有票，不行，没有收到，没有收，我不能上天堂。我说真的吗？真的哎？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天堂有基督教天堂，有佛家的，有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很多别的。因为天堂什么时候是因为晚上的时候，你要去这边待一待，或者说拜访一下，应该不差吧？你说万一有出国深圳嘛？应该是不会让我进去，我就坏事。我在不要去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身体没有一个礼物嘛，不知道的。平常有时候听什么东西都是难受，这个大东西都是我也不好，我觉得经常被挖掉，哇，真的有，那很难
练历史，练中国是比较好像是的，练法律，练那个经济国贸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一些老师，有些我们很好的老师也劝我们说，不要练历史，不要练编剧。他的理由是说，这个编剧啊，可以对国际、对经济社会、对国内的社会构建，可以直接一些规律。那这个假如说家里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被亲友打对了，所以我有那个经济上的那种创意。那我爸爸就是会计师，所以我当时就有一种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好，我要去练胆，第一，我要去赚钱，因为他那个当了那个口的这个商人，所以我就去领那个这个表。所以我就不想那个时候是一直不接触这个自己高考留言，就这样一个选择发生4年，在会计师非常的失落，非常的虚无。其实那个虚无都是自找。当一个人如果去选择你不喜欢的科目、不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的感情的虚子在一个飘忽当中无影无踪。那时候你的情感完全是立马投射到一个跟我们做的有非常像散走去，所以这个人很虚无很虚无。这方面上书该从一些很东西都来看上那个卡那种扎克的书，哇，我觉得人存在，根本不存在。我从哪里来的？我要怎么活？我要平常安心的死，都是这些东西。那时候其实我有一种很自然的恐慌，因为这个学科我不喜欢，同学好像也谈不来，我就把它回到一个我有感觉很孤立的感觉。那个时候心情很紧张的时候，我就找一本书来压我的包，我读了一本卡拉马金兄弟，这是一个德国的作家，不是我也不是机器人，900多页，只写了3天发生的事情。哇，那个书读了好久，因为在回来就把我那个很心慌的那种感觉，好像压住，好像有一个咒怨跟把我的情感压实。这个是一个阅读的救赎，透过阅读把我的那种对生命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恐慌，不知道应该怎么走的那种忙乱搬下。大学4年结束之后，又有一个转折，可以考研究所，去翻。那我对艺术还有兴趣，可是你为什么学科是可以，不是本科系你可以考艺术这一方面，我去翻一个研究所，我看一看，台大中文系有，看一看文化艺术有没有，我就想一想，虽然我很想竞争，但是4年来我从来没有碰过什么生理学、小资学，台大你还有考不上，台大很放弃，我在看文化艺术有没有，好，我就考上去了，我毕业不能考不同，我从写的东西都上请报人家那个，或者可以考会计研究所，当中那个很开心都考上了。考上之后我就觉得，生命又有不同的转折，又看到不同的世界。在这个结尾，我对艺术对传统戏曲很有兴趣。我在戏剧过程里面，我发现我是没有办法走上去的研究自己，因为在台湾就是你英文有讲这个台湾你看音乐我都不熟悉。但是在艺术里面看到很多西方的哲学思想透过剧本写出来的这些很多故事，我就会觉得好像世界都不一样。如果说我走平常是走一些传统旧的这个路途上来，我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全部因为个人很高兴。那有这种心理，把一个大学变得顺利，我们上代就这个是个习惯，我会自己。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国外的一些不同的思想，非常大的期待，转到很多国家，还看很多所谓艺术电影，我刚才看了一个很纳闷，为什么这些学艺术的人都在电影里面为
来要走的那条路呢，我这个是幸运的，为什么是幸运的？因为我认为音乐、美术是第三个群。音乐我不会认识，那个美术授课我也会，所以我有练习兴趣。那这就是理论方面，在理论方面这方面，在很多人尝试去创作，关于演现在都不可能，所以不可能。那兴趣很有趣，它很跟你之间的关系有互动，它是很强烈的人际关系的互动，这个反应。我发现我在人际关系上我是很不行的，所以我想讲将来有可能走心不了你。所以在这个毕业当中，手机上今天要干什么？我发现会有这个有兴趣，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发现新国人有始有终，坚持到底。因此，对不起，偶尔也会今天中午没有睡啊，你们睡得很甜很熟啊。那来，我重来啊。印字花口口画梦，讲师介绍，我们请国2、12班陈书贤同学来为我们介绍讲师。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国2、12班陈书贤。大家都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科学常识。而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往西边落下，这是一句经验的叙述。而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如泉涌般的想象力，把这些平凡无奇的句子拼凑成太阳咻的跳过山的围墙，一路飞着白云，溜着滑梯，一不小心撞到西边的高楼角角，咚的一声掉进油房堆里。他最终任务就是写出令人惊艳的童话故事，丰富每个小孩的心田。他是一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他是一个手持魔法画笔的可爱顽童，他笔下的产物能使你对周遭事物产生许多新奇的想法。他是如此的神奇，他究竟是谁呢？他就是今日的压轴李志仁老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他们帮我借用的。没有，我明天还可以切好你老师谢谢。再开放10个名额，签到明天签。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所有同学现实和梦想的边界。讲师介绍，我们请高一10班温金敏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李彤老师。李彤老师。
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高一10班的杨满温。今天很荣幸能够介绍这位以上的巨作李彤老师。虽然昨天已经介绍过一遍了，但是我对于李彤老师实在是太过崇拜了，所以就让我过过瘾吧。说到李彤老师，就让我想到当初为什么要接触李彤老师的作品，因为我想看看李彤老师是否真的人如其人，人如其人呢？老师的著作里那样诙谐幽默又善解人意的笔锋，是否和现实生活中的李彤老师是一模一样的呢？李彤老师，我前几天看过了你的书，叫做《蓬莱米之坊》。这本书并不是李彤老师的著作，而是由许多作家从不同观点、不同角度来探索李彤。让文学的梦飞翔，讲师介绍，我们请高一5班，对不起，高一5班蔡伟军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林展林老师。老师以及我们时尚选粉的石头老师，还有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午安。午安。好，那今天呢，我所要介绍的就是站在我旁边这位英俊又潇洒的李展平老师。大家很热情哦。好，那飞起台湾岛，兴起台湾绿，生于斯，长于斯，这是台湾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知识之一。但是借由书本，我们可以更加的了解到台湾的文化史。但是呢，书本说到这个书本哦，有笔者的灵犀，才能够明出书本的写意。所以说，没有创作者，哪来的文本好说？你们说对不对？好，现在大家放下你手边的工作，好，专心听哦。现在呢，我所要介绍的这一位创作大师呢，他呢，在87年的时候荣获首届台湾人文学奖。年老师幽默对不对？好，接下来还有不止这样的，他在87年同年，也就是88，那我们资料里是，来大家稍微改一下，是88年哦，稍微改一下 ，88年又荣获了报道文学第3名，联合报第21届联合报文学奖。OK， 好，那我们现在这里最热情的掌声以及最动人的尖叫声，来欢迎我们这一位李展平老师。我就在去年那一年当蛋糕吼，那中消我真感动吼。这今天很高兴，我从那个中兴新村，你们体会吗？我们开车啊，然后到这个辗转大连跪下来吼，而且我看到你们都有生龙活虎啊，一个比一个吼，直接给你看用吼，而且难得你对这个所以文化文学的领域这么喜欢，这么的有兴趣哈，所以今天老师教我所学的，我们做一生中比较重要的经验跟记忆，跟各位讲一讲哈。那你们多什么东西？我们今天不谈太多文学理论哈。悲欢往日说曾经，讲师介绍，我们请。今天早上有2个丽雅去迎接老师哈，2个同学同进就是同步起来。我们请国212班王丽雅同学来介绍我们安雅老师。
形容，有小说、散文、小品及短篇，如葡萄红与白、12楼独窗情事、60行姑娘、成长白皮书。所以，太阳老师的读者群非常的广泛，上至长鬓斑白的长者，下至活泼轻狂的青少年。岁月像水过无痕，而每个人曾经是赢得的成名人，心境不可能永远情顺。在世上走一遭，你留下什么呢？成长是快乐的，成长也是苦闷的。成长就像是一个邪魔，用着戏法，在人世为爱，用着戏法在人生的旅途上，让我们得，让我们失。我要感谢的是，至今我心中尚存着爱。对爱尚未面望理想的人，请拿如曾经一生由公视改编为8档连续剧，并且还荣获了89年电视金钟奖戏剧节目连续剧奖呢。故事中哥的志伟始终在斩菜行动中满头大汗，而弟弟出身上学，先娶了哥哥的女朋友，但是弟弟放弃了初恋，也留下他对家庭的责任，跟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结了婚，飞往美国。这个家庭所有的爱都集中在弟弟身上，到底爱要怎么样给才对？我想，不爱的人永远是受害者，真爱者永远是受益者。不爱真的太艰辛了，这样爱到底对不对呢？阿元老师深信，好的小说可以唤醒我们的天真，让我们的感情升华，就像飞翔的感觉一样。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阿元老师。各位朋友，午安！午安！我真的没有想到是那么大的阵仗啊！早上跟贵校的校开社的同学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接触啊，已经领教了贵校的一个气质。
会知道的是一个事情，那就关键老师，我们都是亲戚，看完还没得断了，对不对？对呀，这首歌有几个证明？说还没有讲话啊，好不好？你到完的话，还可以跟这里面的歌，各位看，真的，这地方讲的都是很好玩啊。你看老师这个跟我一样啊，连赶5层楼梯啊，已经到7点就下去了。先让老师擦擦汗，然后爬到地上去。此曲创作交歌吟，我们请国212班陈佑轩同学来为我们介绍挥手老师。有雨淅淅，出发山边。我经过我们就走进印象深刻的诗篇。你说我像是一个雨点，多少你的红叶，你这醉了好几遍。哎，这醉了好几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为大家自我介绍，文学营这是所谓的好事多磨，磨多识好。期盼了大半年，今日终于如愿了，内心真是充满了无比的甜美滋味。现在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闻名于校园民歌时代的作曲家陈辉雄老师。希望上面这个我上一下家长课堂
校园